继续关心台铁台北的上山火车头，伫昨暗有一个啉烧酒醉的查甫人倒伫月台，站务警员去甲关心，说互这个人拍，造成站务警员目睭乌青送病院。铁路警察是照现行犯甲这个人抓起来，因为台铁嘛有发出声明，讲会协助员工，会启动法律的协助机制，绝对袂吞沦暴力。多平穿蓝衫的查甫人对站务人员起脚动手，双方就开始扭拍。一开始是这个查甫人啉酒醉倒伫咧月台顶，站务人员来该关心，所以拍甲目睭乌青。铁路警察局南港派出所接获台铁松山站通报，一名站务员在北上月台12车处见一酒醉旅客倒卧，便上前关心，却遭该酒醉旅客徒手挥拳，致其右眼淤青。铁路警察接到报案到现场，将这个女客依照伤害罪现行犯逮捕。台铁公司也发声明谴责暴力行为，启动法律协助机制，协助受害当人挽回权益，强调对暴力完全无法度容忍。台铁产业工会批评，敢若伫咧事后谴责暴力无效，交通部即马只敢若顾伫咧护航后下官位的代志，无用来解决安全问题。今天看到交通部长陈世凯召开记者会，却只有对社会说明双铁的人事案有酬庸疑虑，对台铁的安全却只字未提。产工要问部长，只顾酬庸而不解决安全问题吗？台铁三讲5月22日一天发生几多件暴力事件了，台铁公司提出货车专案，也个提高看到警察的机会，这个是凊彩应付社会做法，要求交通部长陈世凯赶紧回应三港所提出的解决长期铁路暴力、精品保全、保障铁路警察的能力，也个密录器合理使用规范的三大诉求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